咁今次我哋呢條短片就會為大家介紹呢個學生資助計劃嘅，係邊個呢？就係呢個。FAMA 係代表我哋兩個，我就知啫。呢個英文字又代表咩呢？佢咪就係代表資助專上課程學生資助計劃，簡稱 TSFS。要符合 TSFS 嘅申請資格，申請人必須係註冊全日制學生，而有關嘅學額係由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或公帑全數資助嘅。同時，申請人亦必須擁有香港居留權，又或者喺課程開始前，申請人或佢嘅屋企已經喺香港連續住滿3年。聽落你都幾好記性㗎喎。剪接嚟嘅啫，詳情咧你可以問翻你嘅院校，睇翻份申請指引。或者去到呢個網址度睇清楚嘅。嗱，咁係咪申請得就一定有資助先？當然唔係啦，叫得做資助，梗係用嚟俾啲真正有需要嘅人啊嘛。哎呀，但係我又點知邊啲申請人係真正有需要嘅呢？嗱，好似呢班學生咁啦，你覺得邊個需要資助啊？齋睇樣就梗係決定唔到嘅，因為資助係由公帑俾噶嘛，所以所有申請人都必須要經過客觀而嚴謹嘅家庭入息及資產審查㗎。嗱，每位申請人可以獲得嘅資助金額咧，分為助學金同貸款兩部分。最高嘅助學金額係相等於申請人需要繳交嘅學費、學習支出同學生會會費嘅總和，但學費同學習支出係有上限㗎。上限都會每年調整嘅，而貸款係用嚟支付生活支出嘅，都有上限㗎。有關每年嘅資助上限，大家可以留意返學資處喺申請指引或者網頁裡面嘅公佈。不過，申請人實際獲得嘅資助金額係要視乎佢哋嘅審查結果而定㗎。審查分為2層，第一層係入息審查。透過既定嘅入息審查機制同計算調整後家庭收入公式，計算申請人所屬嘅調整後家庭收入組別，評定佢哋可以得到幾多助學金同貸款，佔最高資助額嘅百分比。之後就會進入第2層嘅審查，即係資產審查。經入息審查公式計算嘅資助額，會再按申請人家庭成員平均擁有嘅資產淨值予以調整。一般而言，應得助學金額就等於最高助學金額乘以按調整後家庭收入機制計算之助學金百分比，再乘以資產值按比例計算法之折算因子。而應得貸款金額就等於最高貸款額乘以按調整後家庭收入機制所計算之貸款額百分比，再乘以資產值按比例計算法之折算因子。大家只需要瀏覽職學處嘅網頁，使用網站入面嘅試算程式，就可以大概估計一下可以得到嘅資助金額。但有關計算結果只可以用作參考之用。